啊学他比较不怎么搞卡些，他比较老搞看嘛啦。这把他这路的嘛就比较考了，要考了的嘛就这，要考了的嘛就反正哎条好些别过大的，吵架老别看见你，吵架老别你吵架，我家了比家了开过这，吵架他妈搞好些的开过了，他妈搞吵架来搞架，我你搞大了可以把路的开。大了别这别么话干嘛干别出那个要卡，要卡该这个炒个该了，把那个要嘛个要炒下个，国家没，对把这个对把么炒下来了国家没炒下吃饱家地家了别开过比这我开的了，炒我俺我对跑开过，炒下个开着了个炒下个要开，其实个你把着我那把不个接了，这个你把着。他这来吵架过来吵国家的有，每个吵过开吵架个别地界干嘛着？俺也过开过比这吵架干嘛着？俺路茶路个他妈地界个吵架干嘛着？吵架着每个人们那爬不他吵架，为啥属于对爬要和还属于对爬嘞？为啥别个嘞？俺路开好，俺路开个好个开个，吵架那些好路地个是那个做这个咖啡街。这个嘛有不一样，不要你这个哟，明个好啊啥的，他吵架给啥家不可以，那个这个里个给啥别了别我要给啥个个的土路的哟，明个好给啥家了到了那个啥啥了呗，都弄都啥什么嘛个吵架嘛个，第一家个和第一家，多家个和多家，大家个和大家，没家个和没家来，这吵架这家都。为啥别老把到？为啥别把俺这个里个做家的都弄做啥个做家反正个吵架不家都为啥靠别的不家的，俺这个里个为啥不马来就爬了可以带了没了？家都也都啊啥的个在这里为做家都为啥别了要靠个？每个吃好个吵架个我不在这里我不家做了为啥别了要不俺吵架干嘛家个他个啥的他。你啥不吃么教育有的，啊为啥你炒把这个他，我个比那边有不家没有，为你这个里拿出来，啊啥的他，为啥比那边我家个吃他，为啥不啊他个吃么吃嘞，他个啥的咯，这个里个为啥我要炒呀，跟我好嘞，你个可怕的嘞，肯定得了没。家都也都不都家都不要都牛都啥看不好个做家也家都啊可别了。为啥别那边俺这个里个看家把到不一样没？这个里个啥不看他个吃么吃没？不一样。人家看吃呗嘞，还靠吃呗。我对老高干呗，不个干呗。还靠干对不啦？还靠干对呗，还靠。啊，看对了，看对了，不会干对老开嘛，比不啦？啊，不会干对嘛，看嘛，比到那家呀，你说他看着了，说他看着了。到那来对嘛，搞看嘛，比呗，那回家这个里也嘛比呗。OK。